平安，平安。请咱即时备办心，咱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新圣诗19首，新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来吟第一段就会使，即首大家拢真熟。194首，新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这首较无好唱，所以咱第一段来吟2摆吼，第一段吟2摆。真欢喜，今仔佫是主所定的圣日，会当甲大家伫遮来敬拜上帝，这是真欢喜的代志。咱顶礼拜才经过母亲节，咱爱每一日拢爱感恩的心，来喜乐的心来敬拜咱的天父上帝。咱请甲厝边隔壁讲，咱欢喜做伙来敬拜上帝。咱欢喜做伙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请咱起立，做伙来敬拜我的主，好喜欢与你在一起。真正爱我，接纳我。
彼此相疼，天父疼咱世间情人。天
做宝贝，河顶云顶，你洗阮的罪清气；河顶云顶，你用荣耀免由做阮的冠冕。主，阮要学了你无停，主，你就是阮唯一所敬拜的天父上帝。阮单单来敬拜学了你，阮也荣耀拢要来归乎你，将荣耀、全能、尊贵都来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阿拉主，愿阮的敬拜阿拉会当互你欢喜。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来，这将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请坐，请坐。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这是请录音兄弟姊妹来吟诗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吟神圣诗第19首，神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天
请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美的天父上帝，你是阮所敬拜唯一的上帝。阮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做声吟诗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丰盛无比、奇妙的疼痛，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救赎。哦，主你疼是何等的伟大！哦，何等的恩典啊，何等的宝贝啊！天地万美，拢要来讲起天父上帝你的伟大，要来讲起天父上帝你的荣耀。哦，天父上帝，阮知你疼阮，你疼世间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互囝仔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当得永远活。哦，主，感谢你的无比的疼，主，你也照着你的形象来创造人，你也伫天里咧监察阮每一人，阮坐地，阮徛地，你拢知。哦，阮要去打落来闪避你的灵。我要去打落来闪避你的面，恳求主你来怜悯赦免阮的软弱，怜悯赦免阮是一个卑微的性命。主啊，恳求主你来拍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真理的奥妙，互阮会当透过圣经的话语，互阮会当有更新的画面，会当画出主你的款式，也会当引带阮行伫义的路。主，阮知阮的一生亲像草，连绵会孤单；阮的一生亲像花，连绵会谢去。总是阮知影，阮一生上重要的，就是来认捌你，来信靠你，来找求你。主，阮伫你面前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也将阮的劳苦重担、忧愁挂虑拢来交托予你。恳求主你甲阮同在，赏赐你属天的平安，伫众兄弟姊妹当中，也祝福伫阮的家庭，祝福伫阮的教会。感谢主，阮就将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交托伫你的手中，也让温哥嘉兰牧师的讲道，互讲甲听的人拢会当平平得到赐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名求，阿免。这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8，启应文第8，就是大家拢真熟诗篇23篇。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
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阿免。即时，咱要邀请社区合唱团来献诗。今仔日社区合唱团所要献的诗是：我要颂扬，我要颂扬。这是咱要来坐念新的界面，请大家起立来坐念新的界面上来。你着真心、真性、真意，请做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新约
约翰福音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今仔日要对35节来读到41节，我来读，请大家看35节。耶稣听见因嫁出伊，后来找着伊，就讲：你信上帝的囝吗？伊因讲：主啊，你是一罪，互我通信伊。耶稣甲伊讲：你捌看见伊？现在甲你讲话的就是。伊就讲：主啊，我信，就拜伊。耶稣讲：我因为审判临到即世间，互未看见的人看见，也看见的人变做青年。40节。到以撒甲彼得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个话，就甲伊讲：总无阮也青年吗？耶稣甲因讲：恁若青年就无罪，等恁讲，阮看见，恁会做定定伫地。以上。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咱要请钟嘉兰牧师来伫咱当中来证道。嘉兰牧师今仔日要证道的题目是看见，看见。将下面时间交予嘉兰牧师。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向大家请安讲道，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愿你容允阮会当参悟伫你天顶智慧的奥妙，互阮的性命通荣光你的圣名，也受到你的启示，互阮的敬虔会通日日进步。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大家过去对玉山神学院的关心、来祷甲奉献，也请咱继续为着咱的神学教育做伙来关心、来祷奉献，也鼓励咱若是有要献身来成做传道者的，嘛会使来报考神学院。因为咱除了奉献，除了金钱以外，奉献咱的心，奉献咱的性命，奉献咱的工，嘛是真要紧。今仔日这段经文，伤细声，后壁敢听？安尼伤细声，安尼敢听？安尼敢会使？可以吼，歹势我的声音可能较细声，无像原住民的声音遐尼洪亮吼。愿今仔日圣神会当帮助咱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见，甲咱讲话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也信伊，也拜伊，也互人通过咱生命的转变甲见证来看见耶稣，也就是通过咱伫听含智慧顶面的成长，互亲朋好友会当看见耶稣，互圣神帮助咱。用正确选择回应耶稣的态度甲方式，奉耶稣的差遣，互人会当认捌、明白，也看见福音。伫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个描述内底，约翰福音作者放一段医治的故事，也借着后壁所发展出来的这个争论，互咱会当更加了解耶稣。伫即个医治的故事中，大先讲到的主题是罪甲刑罚。生来就青霉不幸，一定是某一个人犯罪的结果。总是耶稣真明显，伊否定即款的讲法，并且将咱的观念带往一个更较积极的方向，是要伫伊的身上显明上帝的作为。作者常时将上帝作为的，将即个显明，
甲做迄个找我来的工结连做伙，这互咱会当想起伫第6章第29节，信上帝所册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而且佫爱趁着日时光耀伫咧的时阵，赶紧做工，也就是赶紧来认捌福音嘛。伫约翰福音第9章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含伊的门徒行过的时阵，看见一人出事就青眉，伊的学生问伊讲：rabbi，即个人出事就青眉，对是虾米人犯罪啊？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爸母啊？即个观念伫咱的民间信仰非常强调即个业报业报的观念下下，台湾人应该拢真会当理解即个学生心内的问题，甚至真想要知影耶稣会对伫学生所问的即个选择题、选择题，选出其中的对一个答案。对一个人所问的问题，就会当显明即个人生命的品质，甲伊所关心的代志。相反，对一个人回答的内容，嘛会当显明出即个人的生命品质，甲所关心的代志。比如讲，对遮个耶稣的门徒所问的问题，rabbi，即个人出事就青眉，是虾米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爸母啊？咱就会使看见，因判断人青眉就是犯罪来引起的。因所关心的问题，敢若想要知影是虾米人犯罪，因无咧关心即个青眉的人，敢是有虾米需要斗相共的。有时阵，好的问题会互咱好的思考，嘛有可能带互咱真好的答案，嘛有可能无一定有答案。哲学家会讲，敲找即个答案的过程，就是即个问题的答案。毋过，若是无好的问题，不但来显明出问问题的人生命的问题，嘛有可能会误导人去找到一个错误的答案。耶稣伊并无对学生所提供伊的答案来选择一个。耶稣是应讲，即人无犯罪，伊的爸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时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暝时要到，迄点就无人话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界的光。这话讲煞，就配烂伫涂骹，用烂搅涂，用涂糊青面人的目睭，甲伊讲去洗伫西罗亚的池。即个西罗亚翻译出来就是红车肯。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未看见。耶稣医治的方式无真特别，伫马可福音第8章22、29、26节的医治，嘛是用喙烂，而且吩咐迄个人去西罗亚池来洗。约翰福音的作者伊特别交代，西罗亚的意思就是红车肯。这嘛表示耶稣红车肯，就是要互人会当看见，也就是明白和认捌福音。人嘛需要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车肯，红车肯佮行动，才会当看见，才会当明白甲认捌啊。果然，迄个人得到医治，到遮，即个看会到医治目睭的新约已经完成啊。总是看袂到的医治心灵方面的医治，犹原也未完成。伊的厝边甲平素看伊做乞食的讲，即人敢毋是做咧来乞食的嘛？接下来因就来冤家。有人讲就是伊，有人讲毋是，是亲像伊那定。虽然这实在无啥物好冤的，就含像咱伫个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冤家共款。
定定是阮毋知影状况的人，真有信心来坚持家己是对的，嘛毋茫会当影响别人接受家己的观点，而且佫一定爱发表意见，互即个知影代志真相的人感觉真生气，总是因为即个思考的逻辑伫无共款的难处，所以产生冤家。就亲像生活伫无共世界，天顶的鸟仔，含水内底的鱼仔，无法度彼此来理解共款。即个时阵就是考验生命品质的时阵啊！当然嘛是上帝要赏赐予人智慧、疼心、含耐心，甲沟通协调能力的机会。毋过，绝大部分的时间，人总是亲像看袂到共款，看袂到即款的机会，看袂到目睭前即个需要着智慧、疼心甲耐心，通过沟通协调能力来处理的代志，就是上帝要塑造咱生命的机会，甚至会互血气、生气来做咱生命的主，毋是互上帝的圣神来掌管咱的生命，直到浪费着即款的机会，甚至咱阁会怪上帝是安怎要互家己碰到遮尔衰的代志。事实上，上帝绝对袂因为无聊，伫天顶看咱过了伤世事，然后就讲啊无咱来甲创治一个好啊，互伊一出困难，互伊堪别人冤家。咱的生命中，因为堪人沟通顶面所产生的任何困境，拢是咧处理人的问题，目的是咧处理双方面生命的问题。是只要咱毋是像即个鲁滨逊漂流记，一个人活伫荒岛顶面，咱就一定会拄到的问题。若是生命无愿意互上帝来调整，今仔日你无碰到问题，明仔载你嘛会碰到问题，明仔载无碰到问题，后日你嘛会碰到问题，后日无碰到问题，早晚你嘛会碰到问题。有人讲吼，安尼我着中昼出门啊。莫早晚啊！总是咱一定爱面对即款的问题，无法度闪避，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啊。对伫即款生命的问题，咱家己若无愿意接受上帝圣神的调整，上帝嘛袂强迫咱来改变。上帝全能的上帝，伊共款嘛是会当使用即款人来服侍伊，只是即款人所选择来行的即条信仰的道路，就会充满着无必要而且无意义的痛苦啊！毋是上帝要互伊，是伊家己的选择。可能有人就会用咱的信仰，毋是讲爱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安慰家己讲，即款的受苦是合上帝心意。总是其实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即内底的受苦所指的意思，是指着因为别人的错误，咱愿意承受别人错误的后果所造成的痛苦，来展现出疼即个人的行为。因为即款的疼带来望啊。毋过对约伯记内底的教示，会当互咱知。上帝啥物人拢会当使用，就算是无顺服上帝的人，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若是敢若会当使用遐个生命品质100分的圣人，应该嘛免上帝来出手，每一个人拢会使。全能的上帝是宇宙万物一切主宰，嘛是时间含空间的主。伊所做的代志，往往是超越咱人真苛刻的眼光啊！我来举一个7星中会教会宣教的例：松山教会生出锡安教会，锡安教会生出周美教会，周美教会生出五分埔教会，五分埔教会就是后来永吉教会。即款会当生出其他教会的教会，
咱拢会当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总是其实伫当时的人，煞无一定会当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甚至会真生气、真埋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山教会内底有一寡同工彼此袂合，真生气，就家己出力成立即个锡安教会。后来这个锡安教会兄弟姊妹同工，佮因为彼此袂合，真生气，佮出力成立着周美教会，甚至因为真生气，坚持无要互锡安教会来正做因的舞会，佮另外找一个妈妈。周美教会后来佮有一群人彼此佮因为袂合，真生气，佮另外出力成立5分部教会，也就是永吉教会。咱会当看见这个信仰的前辈，生命品质塑造这个教会开拓的精神。若是无属灵的眼光，就会讲这个教会真够分裂。总是咱若是有属灵的眼光，就会看见一切拢有上帝水的作为啊。短短几句话，就浓缩几十年教会历史的证据。若是咱愿意真认真来看，抱着5万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教会内底所发生，可能会当互人感觉无见证，互人绊倒的代志，就会当对这个藏伫咱目睭前的事实来看见上帝的作为啊。经文中这个平素青梅，伊的厝边甲平素看见伊咧做乞食的，因虽然拢有目睭会当看见，总是平常时可能拢无真认真咧甲看，也是对心内就已经拍算暗算讲即箍无救啊，即世人无可能看见啊。所以当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即个青梅看见啊，这个人煞看袂到，即个纷争要停伫个即个青梅人伊家己的回答，我就是啊。因继续甲伊问讲，你的目睭是怎样得到开的？伊应讲，迄个名叫耶稣的教徒，高我的目睭甲我讲，去西罗亚洗，我随时去洗，就得到看见。因就甲伊讲，迄人伫倒落？伊讲我毋知。因带迄个平素青梅去见法利赛人，当入捌的人问起会当看见的原因，伊敢若知影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医治伊，至到耶稣伫什么所在，完全毋知影。因为迄日是安息日，所以迄个受医治的人，互带去法利赛人的面前，而且将伊所知影的过程，佮陈讲一摆。即项代志，照常互人来起纷争。有人认为无遵守安息日，就无可能是对上帝来的。有人讲，侪人无可能行即款的新约。经文中特别写着耶稣教徒来开的目睭，迄天是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也问伊是怎样得到看见。因想要知影伊是怎样得到看见，并毋是咧关心即个人的性命。因要伊的是耶稣医治伊的过程，敢有违反着宗教的规定啊？守安息日。所以当即个人回答讲，伊将土糜下伫我的目睭，我去洗就看见。法利赛人中就有人讲，即个人无守安息日，毋是对上帝来啊！这因为宗教的规定，以及因家己自我认知顶面的固执，至到上帝的新约伫因的目睭中看起来，嘛毋是对上帝来的。毋过，也有另外一寡人讲，有侪人减会行即号新约，因为看法的无共款，这个人对安尼佫来分辨。因佫甲青面人讲，伊已经开你的目睭，你讲伊是啥物号人？伊讲是先知人。经过这个争论，迄个得到医治的人，
互人要求来表态的时阵，伊的答案是先知。伊对伫耶稣的认捌，对有一个人叫做耶稣，教伫先知啊。犹太人毋信伊平素青眉会阁看见，叫伊即个得到看见的即个人的父母来，就问因讲：即个是恁的囝，就是恁所讲出世青面的嘛？呾伊怎样会看见啊？真明显，即款结果无法度互法利赛人真满意啊，就叫迄个人的父母来，要来证明伊敢是真正捌青眉。嘛要证明即个过程毋是新约，一个简单嘛无简单的医治的新约，因为人拢想要按照家己的意思来判断，而且来得到认同，至到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出来的人愈来愈多，连原本即个青面的人的父母，拢互人拖出来问问题。伊的父母就应讲。伊是阮的囝，出世青面，阮知。呾伊怎样得到看见，阮毋知。是虾米人开的目睭，阮也毋知。伊大汉啦，问伊，伊家己讲。约翰福音的作者特别伫遮来指出，伊的父母讲安尼，是因为惊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已经有决定，若是有认耶稣做基督的。就要甲因赶出会堂，所以伊的父母讲，伊大汉啊，通问伊。即对父母虽然证明家己的囝儿生来就青眉，总是因无愿意讲伊安怎得到看见的过程，干那用即个人已经大汉啊，爱法利赛人去问伊本人啊。作者甲咱讲，是因为因惊犹太人啊，原因就是若是认耶稣做基督。就要甲伊赶出会堂，因就叫即个平素青眉甲伊讲，着归荣光上帝。阮知即个人是有罪人，先大回头啊！迄个受医治的人，第二届互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即届直接爱否认是耶稣互伊看见，所以用一个真政治正确的理由。爱将荣光归予上帝，而且甲伊讲耶稣是罪人，即句话已经暗示了真明显啊！爱即个平素青眉人否认耶稣是对上帝来，因为因知耶稣即个人是有罪，也就是爱伊即个进前看袂到，即马会当看见的人，含因遮的讲话的人，就是即马有看见，总是事实上是看袂到的人同款，嘛诚做目睭会使看见，总是看袂到真相的人。伫遮约翰福音用一个真反讽的手法，就是来讽刺因。即个平素青眉讲真话，这才是真正将荣光归予上帝。反倒转是遐个喙拢讲爱归荣光上帝的犹太人，才是拒绝将荣光归予上帝的人。即个平素青眉的人就应讲。伊是有罪的人，也毋是我毋知，只有知一项，就是我进前青面，即马会看见。伊勇敢来反驳耶稣敢是罪人，伊无法度判断，总是知影伊家己所经历的。有一项代志我知影，进前我是青眉，但我会当看见啊！即句话诚做强搁有力的告别。犹太人因阁无私心，阁问一届，伊甲你做啥物？安怎开你的目睭？即届换即个平素青眉讽刺因，因讲：我已经甲恁讲，恁毋听，啥事爱阁听？敢是恁也爱做伊的学生嘛？即个时阵，咱一定有注意到，即个平素青面的有智慧甲勇敢，用讽刺的话。来回答，显明伊的内心已经无过是迄个因为看袂到自卑
来看清家己，感觉无路用，嘛无胆量的人，这嘛引起因的生气，就骂伊讲：你就是伊的学生，阮是摩西的学生。上帝有对摩西讲话是阮所知，独独即人阮毋知伊对倒落来。法利赛人继续问伊过程是如何，因可能想要知影即中敢有毋是新约的即个证据。总是迄个人煞反倒转指责因，无相信因讲的话，讽刺因，敢是嘛想要成做耶稣的学生。即款的回答，互因真生气，反倒转来指责迄个人是耶稣的学生，毋是摩西的学生。意思就是讲，即个人无遵守摩西律法啦。比较耶稣是一个毋知影对对出来的人，只会对着耶稣的人，因反倒转爱为因家己来辩护，因相款用迄招掠掉摩西来保护家己。讲因是摩西的学生，上帝有对摩西讲话是因知，佢讲毋知影耶稣是对倒位来的。奇怪的是，上帝有对摩西讲话，嘛毋是遮个人亲目睭所看见的，因煞安尼深深来相信。目睭前即个痴迷得到看见的新约，是因亲目睭看见的，因煞无愿意来相信。就亲像痴迷的人看袂到同款。即个平素痴迷的，点出遮犹太人毋知影耶稣对倒位来，就看耶稣点出尼哥底母连应该知影的代志拢毋知影同款。安尼反倒转，互迄个受医治的人有挑战因的理由。迄人因讲：这就奇怪啊！伊开我的目睭。也恁毋知伊对倒落来，咱知上帝无听有罪人，独独人若敬拜上帝，来行伊的旨意，伊就听伊。对古早以来，袂捌听见出世痴迷的，有人开伊的目睭，即人若毋是对上帝来，就无所会做。上帝袂使用罪人，这嘛是法利赛人因的认知。总是耶稣煞行一个创世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款的新约，恁煞毋知影伊是对上帝来的，这嘛真奇怪。总是对我来讲，耶稣若毋是对上帝来，是无可能做即项事啊。这个挑战，互法利赛人完全无法度忍受，宣告伊完全出生伫罪恶中。就是讲，即个人是一个无望的人，所以就甲伊赶出去啊。咱会使发现，伫即个冤家争辩内底，迄个受到医治的人，一步一步增加伊对耶稣的认捌。伫威胁中，伊更较坚定家己的体验所带来的认知，互人赶出去。互伊更较有机会来信耶稣，看见明白甲认捌，是为着要互人来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也若无就犹原是痴迷的。一声，咱看见即个平素痴迷的，连伊心灵的目睭嘛开开啊！伊认捌着真理的上悬的境界，耶稣是来自上帝。当然，法利赛人看袂到即个平素痴迷的性命的转变，搁一届因真生气。一个无学问的人，竟然有即款的智慧，讲出因无法度反驳的话，怎见笑转生气？就因伊讲：你全然出世伫罪恶中，反转来教示阮嘛，就甲伊赶出去。耶稣听见因甲伊赶出去。后来找到伊就讲：你信上帝的囝嘛？伊应讲：主啊，伊是甚物人，互我通信伊？耶稣甲伊讲：你捌看见伊，即马甲你讲话的就是。伊就讲：主啊，我信，就拜伊啊。耶稣来问即个平素痴迷，
就亲像智慧咧敲找会堪得陪伴家己的人。耶稣的问话就亲像咱教会咧举行洗礼也是更新礼的时阵，牧师要求兄弟姊妹信仰个别的问题。你有信上帝的囝吗？并所青梅回答讲：主啊，我信。这个人的信仰堪伊性命的转变，因为看见了后，就来掠条看见的恩典，无搁要将目睭放客客，堪遐个目睭会当看见，煞挑剔看袂到的犹太人比较起来，实在是互人感动。伊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囝儿，因为伊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代志。接下来，耶稣点出这个故事教示的重点。耶稣讲：我因为审判临到这世间，互未看见的人看见，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啊！该三角地地遐利赛人听见这个话，就甲伊讲：总无阮也痴迷吗？伫遮约翰福音的作者，搁一摆用讽刺的手法。互法利赛人家己讲出因是痴迷的，即句话嘛表达出，遮个人对头到落尾，拢无认为家己是伫个状况外，毋知影状况，也是因看袂到代志的真相。其实因比痴迷搁较害，因根本看袂到家己痴迷啊！到遮。即章的故事用即个肉体的痴迷开始宣告，这毋是犯罪的处罚。最后讲罪恶留伫遐个，家己讲看会到，总是看袂出来来自上帝的事工，俗人眼光的痴迷的人身上。耶稣甲因讲：恁若痴迷就无罪。当恁讲阮看见。就恁的罪定定伫地，故事就停伫遮。39节，耶稣讲家己来的目的是审判，互袂当看见的通看见，会当看见的反倒当痴迷啊！共款拢是指着人选择回应耶稣的方式，就审判伊家己。法利赛人掠准家己已经看见。总是因为拒绝耶稣这个光，反倒当伫个黑暗中来行，就亲像痴迷的共款。愿圣神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看见上帝的囝耶稣，信伊、拜伊，也互咱上帝用咱来显明上帝的作为，会当互人通过咱的生命的转变。甲见证来看见耶稣，用正确选择回应耶稣的态度甲方式，向耶稣的差遣，会当看见福音真理，也向耶稣的差遣，互人会当看见福音。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既然通过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拍开阮的目睭，看见你福音真理恩典。所以主啊，阮要承认阮定定因为阮的骄傲、自我中心、罪性以及软弱是痴迷的，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亲像这个痴迷的人，伫得到你的话语了后，愿意受你的差遣。有实际顺服的行动，去洗清阮的目睭，会当经历到你的意志，伫阮实践信仰的生活中，一步一步来增加对耶稣真理的认识，互人会当通过阮的生命转变甲见证，归荣光上帝，无搁行伫黑暗中。直到最后，阮会当倚靠救主耶稣基督的保护。进入永远的光明中，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这是请咱做伙来看玉山新学院的影带介绍。
字毋惊路途晏，只求基效代代传。愿用信仰甲财物，颠倒无共世代的性命。玉神现此时，毋那是一间新学院，搁较亲像熟龄的家。逐个学生拢用服侍的心，行入去教会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若支持，愿就会当行搁较远，搁较dài。80冬，愿见证上帝的应允；80冬，愿持守服侍的心。愿期待有搁较侪学生入来玉神，接受神学教育，行往逐所在为主做工。愿诚心邀请你，有份伫阮的圣工。请咱即时三甲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神圣诗194首，神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无奇妙所示，因为抛开主圣旨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一生的诗，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当乡间月月过来，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之时，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一生的诗，开我嘴唇，互我以爱通过真理
家备办心来奉献，请同工来执行。请大家若有感动，则为着玉山神学院来代祷奉献。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咱即时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经典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台语的部分咱来读2摆，咱来。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袂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搁一摆。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是姊妹美玲姐妹。欢迎你，美玲住伫三民路，伊教会原小的教会是台中的教会已经受洗咧。真欢迎你来到罗州教会，欢迎。来伫台中来。哦。上帝引带你来，等下会有迄个关怀小组会甲你来了解即个部分。感谢，请坐，感谢欢迎你，来各个拍拍啊！欢迎，请坐。来，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感谢仁义教会的嘉兰牧师来罗州教会正道，感谢嘉兰牧师。拄则已经有看到玉山神学院影片请兄弟姊妹来关心代祷。咱本堂的蔡东旭牧师到换港台去第仁义教会第二。每礼拜3、8点有祈祷会，邀请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为着教会集体灵命更新的建造教会现象来守望代祷。本周的进度是创世纪第18章，主题是索多玛甲俄罗玛，无介好念，索多玛甲俄。对，很饶舌的，在创世纪这真熟的经战
来第三敬听的淑芳姐妹吼，伊就是金融知识娘吼。伊伫5月7日蒙主温调安歇伫主怀，伫明仔载要伫上午9点伫台北市的殡仪馆要用即个要举行这个入殓，以及个别礼拜，还阁要上阳明山来举行这个花葬吼。愿主安歇故人伫身体身地安歇永生，愿主也来亲自安慰遮遗族的心。若想要参加个别礼拜的兄弟吼，未登记的，会请伫1楼来登记。阮明仔载拍算伫7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当然伫个群组拢有将咱要坐的车辆拢有安排好势，若有问题则荣真长老来反映吼。未登记请去登记哦。第4。主日吼是联合礼拜，要来迎接圣神降临节来举行圣礼典。当天有举行成人的洗礼，还有结信礼，也嘛有迄落要刷会籍。有真侪兄弟姊妹要刷会籍，所以吼也来为遮个代志来代祷，互遮个会当像牧师安尼认捌福音。会当来做主的工后一遍的圣礼典的时间是9月13号，邀请兄中的若未有即个洗礼的，会当来报名安尼。第5，同款是后主日吼，伫1点到4点，礼拜组有邀请政治大学的侯志清老师来举办音控的培训课程，这真难得的这个课程吼，这课程内容请自己过目啦吼。那特别邀请哈，就是同工敬拜同工，或者是音控相关的同工一起来播控参加。那阁有兴趣的兄弟嘛，欢迎你来参加。第6月7日上午9点至12点10分，伫台北中会吼，差不多要举行进阶长职训练会，专地吼，这地点是伫同款伫大道城教会，报名是伫5月31这止，邀请中职同工当踊跃报名。第7，6月21联合礼拜。要为着本会设教153周年纪念主日，要邀请国际传播协会台湾分会执行长，这个名称很长，然后邀请庄信德牧师来证道，这是真特别，为着要庆祝153周年哈。所以请大家来过目6月21，咱的教会就进入153周年。请大家伫这个时间请兄弟空出这个时间踊跃来参加。第8会计的报告，请大家过目。第9嘛拢过目。团契消息，伫后主日礼拜了后，伫1楼要举行商业团契的例会。主理是请国际执事，主题是为什么上帝用土来做查甫人，用乐谷来做查某人。第2主日举办书包的这个图案设计哈，嘛已经到尾声哈，今仔日截止那个交稿件哈过来6月份要伫 FB 来投票，要公开投票。具体相同的部分，请大家来过目关心来为这具体来代祷。毋知阁有啥物要补充报告无？好，咱来吟八遍诗，八遍诗是389首，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嘉南牧师来为咱祝祷。上帝之冠之主。
家愿今仔日专心的敬拜，伫天父上帝面前，正做芳芳的祭，将一切荣光归予圣子上帝主耶稣基督。愿圣神上帝赏赐真实的平安甲安慰、智慧甲勇气，以及永远活的信、望、仁爱，互听上帝话，搁才有安尼去行的人，对即粒到永世大无尽。会众请坐。